覺得要夠 light and fit 就最緊要身形夠 fit， 咁所以我平時都會好注重自己嘅體重。另外我覺得要有均衡嘅飲食啦，咁但係又唔會刻意去克制嘅，因為我覺得咁樣反而會有影響呢一個身心嘅健康。咁所以我平時都會揾朋友傾下偈、飲下酒，但係自己就會揀翻一啲低卡路里、低酒精嘅生力清啤，咁就算飲多幾支都唔怕肥啦。fit 爆。大家好，係啦，今次係我第一次做呢一個升級教練，咁我就覺得好緊張同埋興奮啦，咁我就會將我識嘅嘢教晒俾大家嘅。我覺得要夠 fit 就梗係要做多啲運動啦，我預備咗一套 Light and Fit 嘅健身操教俾大家。如果想知多啲，記住留意生力清啤嘅 Facebook。